Hello，大家好。今次嘅交俾堅城時間唔係講曼聯啦，就講下大家應該香港好多嘅英格蘭球迷都關心嘅世界盃大軍嘅最後26人名單到底有邊幾個啊？一如所料啦，因為喺佢哋官宣之前咧都有好多消息嘅流出啦。因為亦都知道係麥佳亞冇啦，呢個可能最大嘅爭議嚇。先講下英格蘭杜曹。佢選擇最佳嘅26人邊幾個啊？門將碧福特、甸軒達臣、查福特。後衞方面有丹潘啦、馬斯古希、列斯占士、干沙、利華文圖、奧萊利、昆沙、史東斯同埋呢個史賓斯啊。中場就有亞利諾、安達臣啦，比靈咸、佐敦軒達臣文路、迪勤懷斯、摩根羅渣士。前鋒就有艾斯啦、安東尼哥頓、哈利簡尼、馬杜亞基、華舒福、薩卡、艾雲東尼同埋呢個屈堅斯。呢個就係杜曹揀嘅嚇，佢認為佢心目中最佳嘅26個嘅名單啊。先講呢個門將方面，我諗呢3個都大家預計咗係㗎啦嚇。我諗都係碧福特一定係首選啦。都經驗等等個方面嚇，都係有佢優勢喺度嘅。你話我諗後衞方面，啱啱冇咗麥佳亞，頭先都講啦，應該係最大嘅，覺得有少少可惜嘅嚇。但係之前嘅消息就係杜曹都話咧，麥佳亞都係佢中堅裏邊咧，去到第4、第5位嘅人選，最後都係冇啦嚇。你話呢個後衞係咪好強咧？又唔係，因為你見到有昆沙史東斯，其實今季喺曼城都唔係成日都有出場啦。史賓斯仲有列斯占士咧，都係好容易受傷啦。所以呢個嘅後衞嘅人選係有少少即係比較爭議大啲咧。你話曼聯嘅蘇爾都預計咗，因為蘇爾雖然今季喺曼聯咧嗰個即係出勤率都相當之高，但係都預計咗佢入唔到噶啦嚇。但係可能麥佳亞，你話點解唔選麥佳亞咧？我就唔係話淨係幫住曼聯嘅球員，可能好多嘅球迷都覺得麥佳亞有一定嘅制空能力。雖然佢唔係一個好靈活嘅中堅，但係當你即係對方可能好多高波放埋嚟，甚至係當你入唔到波，英格蘭要有死球或者角球，即係等等嘅死球嘅時候咧，佢嘅頭槌都有一定嘅即係幫助到，甚至有入波都唔定。同埋可能覺得有少少就係麥佳亞都應該係最後一屆咧，即係如果入得入選嘅話，應該都係最後一屆踢世界盃決賽周。結果最後都冇選到啦。麥佳亞都係一個喺 IG 都有出個 post，就話即係好 shock，即係好震驚啦，同埋佢覺得自己都應該仲可以有貢獻嘅。對於呢一個嘅入唔到，都有少少震驚嘅嚇。冇計啦。但係另一方面睇，可能你入到去咧都未必有得出場，你只可能即係入選名單咯。因為杜曹每人都有自己嘅喜愛嘅，即係佢覺得你唔得就唔得噶啦嚇。你即使入選咗去裏邊，可能得個坐字，即係個練字，即係去到可能係一個更衣室裏邊嘅領袖之類嘅角色咯嚇。即係佢唔會用你，但係選你。但係我諗選就覺得係一個榮耀咯。但係最後尾都係冇啦。咁所以我諗後防裏邊可能嗰個人選爭議性比較大啲啦。你話仲有邊幾個咧？阿諾啦，即係去咗皇馬嘅但係佢啲皇馬嘅表現都係唔係話好有說服力啊。係咯，呢個後衞嘅人選係有少少，我覺得係唔係我理想裏邊咧，或者大家心目中比較最熱門入選嘅人選裏邊啦。史賓斯、利華文圖呢幾個係咯，係有昆沙都係算係新生代嚟嘅，所以你話係咯。所以爭議性就喺呢度啦。中場方面就係冇乜爭議性啦。呢幾個安達臣比靈咸佐敦軒達臣係佐敦軒達臣，大家知唔知佢而家睇緊邊隊？我今日都要炒一炒係賓福特。所以呢個人選可能以佢想佢經驗啩，但係出場都未必有機會出，係啦。
咁啊，前鋒方面就大把得揀啦嚇。你話係艾雲東尼，即係去咗沙特揾食，咁啊可能即係雖然入咗成30幾球啫嚇，但係喺沙特嘅水準係咪值得即係信賴咧？咁啊，可能擺正中鋒馬杜亞基嘅入選咧，少少大家覺得有少少爭議性咧，其他都 OK。屈堅斯就係可能喺維拉喺最近嗰幾場季尾突然間好 fit 啦嚇，所以攞到呢個席位。咁但係你話攞硬正選一定係哈利簡尼啦嚇。華舒福喺巴塞嗰個表現都係亮麗嘅，咁但係佢嘅切身未明啦，到底下一站，因為佢而家仲係曼聯嘅人嚟嘅，所以我話曼聯其實呢一個26人名單裏邊咧有文奴啦同埋華舒福嘅嚇，呢兩個都係仲係曼聯嘅人嚟㗎。唔知大家嗰個對英格蘭嗰個選人方面，我諗都可能好多未必係完全贊同阿杜曹嗰個選人嘅準則嚇。你話亦都好多，即係今次好大爭議性出現添啦，因為可能大家都覺得某啲嘅球員，好似麥加有啲應該入選嘅，都應該可以值得佔一席位嘅，都冇選到嚇。咁啊，唯有祝賀英格蘭希望可以即係走得遠啲啦嚇。雖然佢人選就唔係我心目中最好嘅，咁但係話晒都係捧過英格蘭嘅，即係都係捧英格蘭嘅球迷啦。咁但係希望佢會唔會可以走得遠少少咧？唔知啊。咁但係呢個人選就爭議性下啦，你可以話係。咁但係可能大家都覺得其實排嗰個陣容咧都係應該都差唔多嘅啫。其實都冇乜話大嘅，即係一啲邊可以踢正選嘅，都大約係90%裏邊，大家都知道邊個位置擺邊個㗎啦嚇。咁啊好多就入唔到選嘅，可惜嘅就有麥加亞啦、科頓啦，咁啊仲有高爾彭馬等等啦，傑斯韋治等等，可能呢啲球員都覺得有少少可惜嘅，咁但係位係得咁多個，係啦，咁啊杜曹有自己嘅選擇，都唯有順佢眼光啦，希望祝福英格蘭啦。咁啊今集短短地講住咁多先，拜拜。